关键仪式25号上午伫个永华市中心1楼的动作厅来举行。市长黄伟哲表示，伫这场防疫的战争，绝对无任何人会用个放点点。感谢国际狮子会300台湾区甲台湾狮子会基金会主动捐赠市府相关的防疫物资，相信透过目前的筛检试剂，会用个予医疗机构会用个伫上短的时间找出带源甲确诊者。今天非常感谢国际狮子基金会，还有300地湾区还有我们国际狮子会300地湾区各位干部大家各位领导师友，大家集资协力来帮助台南市的防疫。那也谢谢我们蔡永权议员居中协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募集到这么大笔的200万的这个防疫基金，能让台南市的防疫更有效率，而且马上就能够有一些医疗筛检站还有筛检试剂的这个募集，能够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带源者、确诊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给他们医疗服务，这点是非常非常谢谢。体验到说这次防疫的这个急切跟重要性，而且看到整个同岛一命这样的一个决心。那不仅现在北台湾疫情的严峻，而爆发出突然间的那个筛选量能的不足。那所以我们特别预做准备，我们台南提早，包括我所知道这个我们的筛检站已经扩展到第12站，所以我们这一次这200万全部要用在我们的筛检量能来支援我们市府的防疫团队希望能够阻断这个传播链，提早能够让我们这个疫情能够早日的落幕。透过议员创全的牵线，包括国际狮子会300台湾区的总监林江和，加台湾狮子会基金会吴佩玲区协调长，拢亲自出席。市长除了回敬感谢状，同时嘛承诺一定会妥善运用各界捐赠的物资，大家公私协力，让防疫的工作更加完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